要用吼，上盖无爱2捌啦，若无够粗，你就爱3捌以上。哦，3捌就起。我很紧的还是那个吃福，他不是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也都是这样子啊。你像讲，你像讲安尼吼，这有够用有够粗，我就安尼啦。啊，这个下骹吼，搁用一个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要那个节点，乳腺那些节点有一部分的下骹长根呐，上面长叶。可是像我种的话，那我是要埋到哪里？比如说这一根我下去种。你上面如果有留一节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嘿，啊，你若下骹像讲，阮这已经有长根的呀，对吧？你基本上只要把根可以埋在地上、地下就可以了，对。然后不要留太高，因为安尼浪费那个养分，所以大概2节你就把它剪掉。短嘞，你知道吗？要我剪长还是剪短的？当然要长的啊。所以这我都不剪了，留给你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给我2串就好了，这一串跟这一串，其他就可以剪掉。花可以啊，可是会比较辛辣。为什么要剪掉？它才会再长。伊会单留去。够了没？有够啊啦。我剪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